你以為國安法只係新聞頭條？其實佢靜靜地改變咗我哋好多嘢。記得2020年嗰陣，啲新聞討論多到爆，成個人都心郁郁。大家都喺度問香港仲會唔會好？不過5年過咗，而家望返，其實我哋生活好似冇乜亂過喎，反而更加有秩序。我繼續返學、搭車、放假去玩，買杯咖啡 chill 下，咩都一樣，但感覺唔同咗，係安心咗。尤其係今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出咗之後，我開始明白，原來法律唔係攞嚟禁人，係攞嚟保護我哋。我唔覺得自己係迷失緊嗰代人，反而係開始揾到方向。國家安全唔只係保國家，其實都係保你、保我，保住一個有希望、有未來嘅環境。5年，好多嘢都變咗，我哋一步一步走嚟呢度，你又有啲咩改變？你點睇香港呢幾年呢？留言話我知啦，我真係想知你嘅感受。